大家好，當你睇到呢條片嘅時候咧，已經係我哋2026年整全生命醫治年會我所看見的未來最後一個工作坊啦。咁今次呢個工作坊咧，係一個我哋成個年會嘅最後嘅壓軸好戲，就係講到喺動盪嘅時代裏邊，我哋點樣去唔迷失自己。其實大家而家喺呢個 AI 即係急劇變化嘅時代當中，我哋好多嘢都發覺以前有嘅安全感都冇啦，甚至我哋以為以前係我俾人勤力啲、努力啲咧，我就會係揾到我自己位置嘅。咁而家就唔係啦，因為 AI 可以比我哋更加勤力，我哋根本就冇去咁多時間，我哋不停去做。咁所以咧，我哋發覺咧喺呢個迷惘嘅一個咁嘅動盪時期咧，最難嘅就係揾到自己嘅方向，亦都係正正有好多不穩定數當中，我哋都未必知道邊個方向係最適合自己。咁啊，點樣能夠喺一個未知數當中，我能夠不停地係透過接觸緊自己嘅裏邊，去揾翻自己真正嘅價值同真正嘅需要嘅時候，我點樣可以能夠有一個更加好嘅回應嘅方式，以至到我唔會被好多嘅即係不知數啦、變數啦，或者有啲佢哋覺得好似好新、好難嘅嘢而嚇到我哋。我點樣去揾翻我自己嘅最適合自己嘅位置？可能有啲人覺得話啊，我見人社交平台做得好好，但可能係佢做得好好，未必適合你。咁我自己又適合啲咩能夠揾到我自己嘅位置咧？我覺得今次呢個工作坊就幫助自己係不迷失自己，但不迷失自己嘅前提就係我必須要能夠緊緊嘅連接自己，我唔好同自己疏遠，我唔好同自己失聯，我點樣能夠不停嘅去注意緊自己內在嘅需要、自己感受。當我能夠同自己裏邊建立一個好嘅聯繫嘅時候，亦都同我哋嘅神有個更好嘅聯繫嘅時候，如果我同身邊嘅人都有個適當嘅聯繫嘅時候，我就發覺我自己唔係喺度閉門造車，我就可以能夠緊接緊社會，亦緊接緊我自己。我點樣去一步一步回應緊社會嘅變化，可以揾到自己最合適嘅方向？咁呢個就係我哋今次嘅工作坊最大嘅嗰個嘅目的就係咁樣樣，亦都最感恩嘅就係我哋有位朋友同我哋分享佢如何由一個可能係一個即係普通嘅文職嘅人，可能佢都冇一個大學嘅學位，佢點樣透過一個生命嘅醫治同埋同自己接觸嘅聯繫，令到佢能夠今日可以喺一間好大公司入邊做緊一個好高嘅職位。咁佢哋都點樣回應緊？佢哋公司亦都係不停啱啱裁咗8000人，佢點樣回應緊揾翻自己位置咧？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同大家分享嘅，希望大家能夠透過呢啲嘅分享，讓到你自己生命有個新嘅啟發同埋新嘅方向。好，到時見，我哋係會係7月25號星期六早上9點鐘，拜拜，不見不散。